想你，说三步，爱跟特别想你，想你，说天来，想你，说茶，想你，说啥，爱跟特别想你，想你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老师。今日我来搞大家哈帕芋头。那这首歌呢，会是融合了街舞的元素哦，大家有活力跟帅气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教新的动作了，踢掌。待会我们呢，右脚往右边踩出去，1、2，好。那原地的话，我们一样把脚跟抬高，对，像这样踩拍子。好。再试一次哦，来，5、6、7，踩2下，1、2，好，然后右脚交叉，3、4，再一次哦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接下来5、6、7、8给试，然后呢，我们脚踩，5、6、7，然后最后呢并回来，并脚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，后面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对，没有错，所以我们会是2拍2拍，然后1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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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并脚
对，很好。那我们再快一点点哦，来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技巧，就是在这里踩出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身体的重心就是我们的胸口往前延伸，对，很好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的脚往后踩的时候要交叉，把重心踩回来。对，这个时候重心呢，身体肩膀会有点倾斜，像这样。对，很棒。再一次哦，来，1、2、3、4，一拍，6、7。并脚，很好，很好，大家都学会了。那我们再来哦，加上我们的手。第一个8拍的时候，我们的手一样放在你的眉毛前面，好，往你的右手边看，好，左手边看回来，加上脚哦，来准备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一拍，6、7，并脚，好，并脚的时候我们就把手收回来。再一次哦，来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样学会了吗？再一次哦，我们再练习3次好了。来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再2次哦，加快一点点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在这里加快速度的时候，要记得我们重心可以稍微放低一点点，也就是原地的这一只脚不要伸得很直，这样你的重心就会很高，很难去换动作。所以我们的膝盖稍微保持弹性，微弯，对，像这样放松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踩出去的时候，踩回来交叉的时候，膝盖稍微微蹲，很好。再一次，我们试试看哦，来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那接下来换边也是一样，我们先练习脚，来，你的左脚往左边踩，来，1、2，交叉3、4，一拍，6、7，并脚，最后也是并回来哦。再一次，来，6，左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那再快一点点喽，来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我们加上另外一边第2次的时候，我们手放在耳朵旁边，像听别人说话的感觉。好，所以一样哦，加上我们的脚来准备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最后要记得我们手要收回来，那不用叉腰，我们手放在我们的大腿2侧就可以喽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来准备，6、7、8，U 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，大家跳得非常好哦。那我们多练习几次，让大家的动作记熟。来，准备后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大家学会了吗？再练习2次哦。好，来，准备后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注意一下，我们脚踩出去的时候啊，如果呢待会会来不及的话，记得我们身体啊不用上去这么多，对，不用到这么前面。所以我们脚虽然重心会往前，但是我们脚还是会让我们的身体留在2只脚之间，好，不会到这样，因为这样会来不及回来。好，所以踩出去的时候呢，重心在2脚中间，两只脚中间，身体在这。好，回来的时候也像2只脚交叉，身体在2只脚的中间。
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记得重心移动的时候不要移动太远哦。那我们再试一次，来，准备后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来哦，那我们再练习最后2次，我们就跟着音乐喽。来，准备。好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再来哦，准备，大家加油！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很好，大家跳得越来越好了。来，那我们再练习最后一次，又跟音乐喽。来，准备喽。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这样最后呢，我们在这里呀，往前看的时候，往前、后、前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双手叉腰好了。对，大家这样手会比较来得及。下一步我们就把另外一只手拿到耳朵旁边就好了，所以另外一只手就是叉腰。好，所以换边，耳朵，3、4、5、6、7，回来叉腰。好，我们都回来，都是让手摆在这里，要准备 ，OK 吗？那我们要试着挑战看看音乐喽。来，准备，音乐。来，准备后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哦，跳得很好哦。那我们再试几次。来，准备后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弯片。很好哦，大家跳得越来越棒了。那我们最后再5次练习。好，来，准备好，5、6、7、8，弯片。很好，来，那我们还有4次练习哦，大家加油，抓紧时间练习。来，跟着我一起跳。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。弯片，很好哦。来，我们还有3次，来，大家加油加油！来，准备后，来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大家越来越棒了，太好了，继续加油！那我们最后2次喽。来，准备好，5、6、7，走！好，大家跳得非常好喽，最后1次了，耶，加油！来，准备好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弯片。耶，很棒哦！大家今天表现得非常好，继续练习喽。那我们休息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金老师。今天要来继续我们的哈帕乌头。那上一次的动作还记得吗？我们会再复习1次哦，还记得吗？来，第1个动作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我们的手要放在我们的脸前面，好，往你的右手边看哦。来，注意准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大家回去有没有多练习呀？那我们再一次就继续新的动作喽。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
这里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双手是叉腰的。好，那就会接下一个动作喽。待会呢，我们的肩膀跟我们的胸口会向往后方展开，挺胸。对，好，挺胸的时候呢，稍稍的收一下下巴。好，下一个往后，胸口收起来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我们的手肘可以帮忙用力一点点往前的时候，手肘往后，身体往后的时候，手肘往前。好，尽量的把胸口的前后的延展度做出来。再一次哦，来前后前面 heel boy， 再一次前面 heel boy， 前面 heel boy， 好，很好。所以待会呢，我们先让身体先往后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身体往后的时候，我们的膝盖保持放松，弯曲，弯曲。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的脚，你的左脚呢，先踮起来，像这样，1、2、3、4，弯片，5、6、7，再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来加上我们的胸口咯，来，待会胸口会先往后面，来，准备后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弯片，5、6、7、8，再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那在我们肩膀动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跟胸口的时候，我们的手会叉腰没有错，但我们叉腰的时候，肩膀在动的时候，我们手会有一点点像是从你的腰的后侧、前侧去这样移动，这样可以让你的手有更好的活动度哦。好，再加上你的胸口往内收的时候，膝盖弯。好，来，我再转侧面一点点，大家会更好看到我身体的动作。好，胸口、肩膀、肘跟你的脚弯、直、弯、直，很好，继续保持弯、直、弯、直，再一次弯、直、弯，非常棒，来。那我们试试看喽，跟着我的数拍，我们一样从左手边开始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， 4，换边，5、6、7，再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很好。那我们加速试试看喽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很好。那注意哦，我们的胸口往后的时候，身体呢不要往前。啊，往前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的眼睛还是要看得到前面哦。如果我们身体往前的话，就会变这样，会变敬礼。好，这样就会变成敬礼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还是要看着前方，然后只有动我们胸口、跟我们的腰还有脚。对，很好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待会我们的动作呢？这个动作我们会做一个8拍，所以再一次哦，跟着我做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教下一个动作喽，待会双手抬高，好，往下的时候，感觉把一根棍子往下折断它，2，对，很好，再一次抬高，折断一根棍子，哈。没有错，再来，再用力一点，1，往下用力一点，呵，再一根棍子，1，呵，很好，好，所以我们会这2个动作接在一起哦，可以吗？来试试看哦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很好，大家都做得非常棒。那记得哦，我们的身体会加一点点的倾斜，把你的面向做出来。所以感觉一下，我们的胸口会面向斜前方跟斜前方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叉腰的时候，我们面向就会在斜前方了。OK， 那我们尽量把方向做清楚哦。来试试看一次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翻片，5、6、7，手抬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
很棒很棒。那记得啊，我们在抬手的时候呢，手除了抬高以外，往下的时候，我们的脚抬起来的时候呢，记得肚子一样哦，要收起来。对，感受一下，来侧面看我。好，肚子在这边。那我们在抬脚的时候，让你的肚子往后收，抬高。对，这样你的脚会抬起来会更轻松。再一次，6、7、8，收，放，换边，收，放，再一次收，放，换边，收，放，很棒，大家这有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要从前面动作接到这里一次哦，从这里开始喽。好，来，准备后，来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半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手抬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，太好了。那我们再来练习哦，来，准备后哦，加快一点点速度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半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记得起来吗？如果记不起来没有关系，我们还会再练习2次哦。来，大家一起加油！来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半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手抬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哦，大家又有进步了哦，很好。那我们再一次就要跟音乐喽，来，准备跟着我数拍，来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半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，换边，4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那我们要挑战看看音乐喽，可以吗？来，准备，音乐下。来，准备好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半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耶，太棒了，就是这样。大家跟上了吗？如果没跟上没关系，再来练习一下喽。来，6、7、8。很好，那我们最后2次练习喽，加油加油！来，准备好，6、7、8。好，来喽，大家一起加油！最后一次，好，来准备好，6、7、8。好，大家都跳的同好同好，让我们休息一下下。